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美聯物業嘅新呢啲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會嚟到元朗大馬路呢一邊咧，同大家睇一個單位嘅。而呢個單位咧，佢交通除咗非常之方便之外咧，喺即係正呢個市中心輕鐵站嘅附近，一街之隔咧就會到達元朗嘅優豪同埋元朗嘅西鐵站。咁佢亦都係一個單棟式嘅物業嚟嘅，但喺元朗嘅市中心嚟計咧，佢係十分之新淨乾淨嘅嘢嚟嘅，係好靚嘅一座樓嚟嘅。咁啊，呢個大廈咧就叫風雨軒。咁佢家嘅實用面積咧就係388尺。咁佢嘅叫價咧，依家業主暫時嚟計，佢最平可以做到360萬左右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嚟 WhatsApp 我過嚟呢度睇一睇。個客廳咧就十分之乾淨企理嘅，咁啊用翻原有嘅間隔啦，咁啊講一講翻呢個單位嘅資料先。咁佢實用面積咧就384尺，業主而家最新嘅價錢咧就係368萬。咁啊無論廚房啦，咁啊 L 型嘅台面啦，跟住去到廁所呢個位置啦，有窗啦，咁啊基本上乾淨企理，所有配套齊晒啦。咁啊而客廳咧基本上咧都可以好分明嘅，可以係飯廳啦，跟住之後梳化啦、電視機啦，都仲會有空間嘅。咁啊兩間房咧都十分之乾淨企理，同埋都幾大嘅。你運用埋個窗台咧，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家4口嘅小家庭嘅。係啦。咁啊呢個單位咧，其實就我相信好快就賣出㗎啦，因為咧360幾萬，你要喺元朗嚟計咧，有選擇嘅，唔會話冇選擇。咁但係你話要係360幾萬望到一個咁靚嘅景觀啦，而且又近呢個地鐵站啦，嗱呢度就係優豪嚟㗎啦。咁啊基本上行大概5分鐘左右啦，就會到達地鐵站㗎啦，西鐵站㗎啦。咁啊下邊咧就係巴士站啦。如果你係搭巴士由九龍翻嚟嘅話咧，樓下正就係落車嘅地方。基本上咧由你放工上車或者由九龍翻嚟上車，一落到樓下就正就係屋苑門口㗎啦。咁啊西鐵站就係喺呢一度啦。所以其實如果你哋熟元朗咧呢個位置，你就會知道哦係好靚呢個價錢真係。咁啊如果有興趣睇樓嘅，就快啲聯絡我啦，因為我相信呢個單位咧應該真係好快就會賣出㗎。嚟到片尾咧，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風雨軒嘅屋苑簡介。風雨軒咧就位於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嘅50號，即係位於元朗嘅大馬路。如果大家坐輕鐵或者坐巴士經過元朗大馬路嘅時候咧，就會見到恒香餅家嘅，佢就喺元朗恒香餅家嘅上邊。如果大家坐巴士由九龍翻去天水圍或者元朗嘅方向咧，就會迎點下一個站就係風雨軒啦。咁啊發展商咧就係恒基，入伙日期咧就係2002年嘅。咁啊風雨軒咧就係有1座，提供一個112個單位，小學校網就係74，中學校網就係元朗區。咁睇翻風雨軒咧，最近嘅成交就要去到2025年嘅1月，就係23樓嘅 A 室。成交價咧就係580萬，實用面積係499尺，成交尺價咧係要去到11620蚊嘅。